收看基本嘅福氣類呢個節目，哇！基本嘅老鄉親朋友來討論一下，對呢生活地圖到呢當權嘅議題吼，是呢世界東西，對頭擺個農業社會度了下吼，個世界東西緊改變。你睇你大家會講，哎呦，呢種東西冇事哦，叫拖哦，哎呦，這種東西冇拖，叫影響到你個身體哦，基本嘅當然繞牆度，家先教授呢度節目地圖啦，好老大家來講一下，所以大家來分享你見解，來邊幾時你解，家先教授分享。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吳嘉誠。是老師，已經很高興可以歡迎你到這邊來跟大家討論一些在我們生活裡面，其實大家大白會討論起來是的一些跟吃有關的問題。老師，我必須說哈，我不知道老師的感受是怎麼樣，像我的感受就是，我們現在生活在這個土地上，慢慢的會覺得說，哎呀，那個東西不能吃，哎呀，那個東西不能吃，然後這個要注意哦。好，這個可能要回家自己煮哦。最後我們的結論是什麼？結論可以嗎？那乾脆有毒的物質全部都吃好了，好像均衡一點，對我們的身體可能毒物是均衡的。所以今天要特別邀請老師來跟我們討論一下，在我們生活裡面，比如像輻射食品這樣的議題。人要健康，最重要就是有毒的東西不要進到身體。雖然我們身體有解毒的這個能力，但是總有一定的程度。是進來的超過我們能夠負荷的，我們一定要生病。那甚至有時候重病，甚至造成奇奇怪怪的病，甚至死亡。对。那台灣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台灣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很珍貴的。台灣的每一寸土地，如果都能夠好好的用來養活我們自己這邊的這個人，那基本上是最好的做法。對。但是在工商業進步的過程當中，這樣的這個機會似乎慢慢的在做減少，於是變成我們有很多大概有70%的食物。慢慢是要從國外進口，是，所以已經很難自給自足了。是，即便我們工商發展到很完整，那有了錢了，那實際上去外面買好的食物，人家也不見得會把好的食物賣給我們。對，過去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我們必須要買人家不好的油，是，我們甚至要買人家被污染的稻米，我們甚至要買到很多有農藥的這種茶葉。那最近這個議題大家就知道了。我們不想要買的東西，人家也希望，你來買我們日本輻射地區所產的農產品。是，所以當我們不能夠自己用自己的土地的資源養活我們這邊的人的時候，後續問題當然很大。對，所以其實這種線上講的哈，安用感問題其實是不一定明天就看得見，但是它會一年慢慢的，其實它那樣的結果會開始呈現。是的，對，就像線上講的，現在如果說我們的自給自足的能量已經開始慢慢的減少了，以後仰賴進口，到最後其實我們是沒有選擇的。對，那個時候其實會相當的，我覺得會真的很着實令人憂心哦。如果今天來到家聊以後，我們就是簡單的跟大家分類一下，或者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些簡單的知識。一般來說，一般各種朋友是問我，哎呦，老師，你都說輻射食品不能吃啊，現在大家都討論了這麼多，聽起來好像很恐怖，又好像很緊張。那大家又覺得，到底老師，什麼是輻射食品，或是什麼是輻射？它跟我們大家一般認識的電磁波有什麼不一樣？這個差別是有相當大的差別。是。電磁波輻射，它就像我們看到的這個光線，太陽光，或者是我們現在棚裡面的這種日光燈的這種光。對。那這些光線是裡面，我們就叫它通稱叫電磁輻射，但是它有強度的這個大小。那如果你是一個核能電廠所釋放出來的物質所產生的這種輻射，它就會包含除了電磁輻射之外，它會包含所謂的粒子型的輻射，就是不是電磁波的輻射。對。那它的產生的電磁波的輻射也比我們一般所認知的電磁波的輻射，像是一般的光線要來得強得多。大家最擔心的就是你去照 X 光的時候，對，那你照了一個 X 光，你照完你馬上就要離開，因為那 X 光很強，是，那會產生傷害。對，但是從核能這個電廠所產生出來的這種非電磁波輻射，對，那它能量更強。是 ，X 光是一種電磁波輻射哦。那我們核能電廠所產生出來的非電磁波輻射跟電磁波輻射，都比像 X 光這樣的物質，這樣的這個電磁波要強得很多。對，它產生的是伽馬射線。是。然後我們在電磁波裡面呢，就是說這像光線一樣的電磁波，大概可以分成從伽馬射線，能量從高到低的哈。對。從伽馬射線、X 光、紫外光、可見光、
红外光、微波、无线电波。是。那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从核能电厂出来的，它是伽马射线，对，它的能量比 X 光还要强，是比 X 光还要强。那这只是电磁波的部分，它还有非电磁波的部分，我们叫粒子型辐射。我们在看光线的时候啊，光线是没有重量、没有质量的哦，你去抓也抓不到它。但是粒子型的这个辐射就不一样了，它会有比如像是这个阿尔法辐射、贝塔辐射啊，甚至中子啊，甚至质子这样的这东西，它是有重量、有质量的。是你如果真正的科学家用心去收集它，对，你是可以拿到实体的东西，是有质量、有重量的东西。那没有重量的东西呢，在跟我们身体作用，比如说一个没有重量的东西在我们身体里撞，那这个产生的这个力道当然很小，但是呢，有重量的东西跟我们身体撞的时候，那产生的力道就非常大。对，所以我们这个核能电厂所产生的这种辐射性的这个物质，它有那种没有重量的，也有那种实体的有重量的。对，但是实体的有重量的伤害性更是大。是，所以大家要了解，就是说，跟我们平常所认知的电磁辐射啊、微波啊、紫外光啊，这些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事情完全不一样。对，而且它的伤害性是非常非常大。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假如现在一个紫外光打到我身体哈，那这个紫外光下来会破坏我身体的组织，打到我身体里面的化学物质的化学键。假如说它一个紫外光，一个光打进来，打断一个化学键的话，我们的这个贝塔射线啊，大概可以打掉10万个化学键。对啊，如果是阿尔法射线的话，可能要打掉几百个化学键。是，所以那个伤害性是以10万、100万的这个强度在做伤害的。对，为什么会特别问老师这问题哈？胸肌没有躺都也是会觉得说，哇，老师好棒，我在帮我们上一个好难的课程哦。可是他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这样的一个辐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随时都存在，包括我们现在在摄影棚里面，对不对？我们这里有灯嘛，就像老师讲的，有时候我们看电脑啊，对不对？可是事实上，老师刚刚讲的不一样，我们特别是从核能出来的那个辐射，它那个强度。对，是在我们摄影棚里面，现在这些灯是属于电磁波辐射。是，但是核能电厂除了有电磁波辐射之外，它还有非电磁波辐射，它还有粒子型的辐射。那种粒子型的辐射就是有质量、有重量的，但是我们眼睛却看不到。对，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大家理解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假如说是一个紫外光照射进来好了，紫外光照射进来。可能一个化学分子产生变化，那个我们的这个所谓贝塔射线、阿尔法射线产生的化学变化跟破坏的强度，是以10万倍、100万倍强过我们的紫外光。对，所以可是像老师这样讲，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它的破坏力是这么强，破坏力按 Q，而且它当然，如果说你人体去接触的话，那对人体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老师也讲过，像这样的一个的伤害，其实。可能10年、20年后，肯定会在你的身体就造成状态。一定会的，一定会，而且你几乎是躲不掉的哈。为什么呢？它产生毒性啊。我们知道，我们平常在吃的很多的东西都可能有毒，对，包括农药，包括以前在台湾大家所熟知的，比如像是塑化剂等等之类的。那些都是分子型的毒性物质，跟这种辐射型的不一样。分子型的毒性物质，比如你吃了一个农药到身体里面来，这个农药要产生毒性，这个农药就要透过你身体的生理的化学作用来产生毒性。对，那产生毒性之后，这个农药的化学分子它自己也就牺牲掉了，就不见了。但是呢，这个辐射的这个东西是不一样，它一旦进到你身体了之后，它产生的这么强大的这个毒性，这么大的这个破坏力，但是呢。它的毒性来源不是它自己，是它产生的辐射线。所以这个辐射线它释放出去，而且它不断的在释放，但是它自己本身这个罪魁祸首，它并没有消失。我理解，它没有办法被代谢分解掉。所以这就是要接着到听众朋友来讨论，就是就像老师刚刚讲，它是不一样的，因为老师刚举了农药这个例子，对不对？那我们台咖怎么样？那难道？为什么这样的东西进到我们的体内之后，台咖维狗我们代谢不掉吗？所以你几乎没办法去处理它，因为它代谢的过程非常非常的这个慢。对。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呢，就好像一个做坏事的人哦，他自己不是自己出手的。他是叫他下面的这个小弟啊，或喽啰们去出手的。那些小弟喽啰们就是他所产生的这些辐射线。是。他自己本身呢躲在后面的，他还躲在后面，而且他还不断的叫出更多的这个小喽啰，跟这个不断
产生更多的杀手去伤害我们的身体，它自己是不动的。那你说它能够伤害我们有多久呢？那你就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我们的辐射线的物质产生的。比如说呢，它如果说是一个碘131好了，碘131还比较简单。碘131的话，它的这个半衰期强度半衰期大概8天。8天。那你会发现说通常来讲，我们在科学上认为说8天的话，要经过7个半衰期，它强度大概可以认为说是很弱了。对，7、8、56天。如果你现在去检查日本福岛那边的放射性的物质，已经经过了很多7、8、56天了，是非常非常多的56天了。所以你去检查碘131的强度，也许都不见了。是，但是有的辐射线呢，你比如像很简单来讲，像是铯137，它的半衰期大概30年。对，那你再看看那个铯90，它的半衰期也差不多30年。是，那要经过7个半衰期，7、3、21就210年。对。210年，它的强度我们才会认为说，可能已经消失到不见了。老师，210年。对啊，我们人的寿命都没有这么长。对啊，我们平均年龄像我们台北市经过科学统计，台北市个西兰因的平均年龄像我讲台北市的统计是77岁哎。那老师刚讲210年，所以其实它完全没有办法代谢，它就是在你的体内。对，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它就在我们身体里面，那它不断的产生叫这个小喽啰，叫这些杀手出来伤害我们的细胞。所以这一旦进身体是一辈子的事，完全没有办法代谢。对，这是为什么？你还出不去。对，这是为什么吴老师其实按空调、按勇改东西啦，按勇改观念用前面还用动改地区，然后大家来分享，大家先聊下你等下讲来。东方伊做咧让强度嘉欣教授来到节目地图，然后大家来大嘴鼓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其实这样的东西，老师，我说真的，觉得好像离我们好远，可是又其实离我们好近好近。对，我们就觉得说，何能没有啊？我每天就这样子上班啊，对不对？我每天是来到聊比上班，早安用改事情，俺摸一当特别信嘛改东西。可是这种东西有时候是无形的。它其实是不知不觉就存在，像老师刚刚提到，一个东西进到体内里面要210年才可以代谢，然后老师说，还有更久的耶。对呀，像比如像是这边板上面写的是 Cesium 137，我们是比较典型来看它，因为它的半衰期30年。那实质上来讲呢，这个 Cesium 还有135，它的半衰期是2300万年，实质上就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问题。我刚刚也说过，像这些东西，它如果说有毒性辐射线出去了，辐射线呢，也许可以慢慢因为跟物质的作用破坏了物质之后，辐射线慢慢后续必须要补充进来，但是会产生辐射线那个辐射源它自己没有被受伤害，甚至有的辐射源呢，它放射辐射线之后，它会变成更厉害的物质，像这个很简单的这个铯90strontium， 我们叫 strontium 90，这个铯90这个东西它一旦产生辐射线贝塔射线释放出去了之后，它自己就变身了，它好像经过训练一样，它就变成另外一个同位素，它自己变成另外一个同位素。这个同位素我们叫做乙，金字边一个甲乙丙丁的乙，我们英文叫 yttrium， 它的毒性又更大，对，它产生的这个辐射线能量又更大，所以说有很多这些放射性的这个物质它在存在我们身体，它把辐射线放射出去之后，它可能会变成更强的辐射源。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反应它是不断继续的，它自己本身也会变成更厉害的东西，这我们叫连锁反应。是，我们英文叫 chain reaction， 它会变成越来越毒的东西。所以一旦有这些东西进到我们身体之后，我们是很难去测定它的。老师，可是观众朋友就会问了，老师，对，老师你刚刚讲那些东西，其实那些文字老师讲那些什么碘啊，什么钴啊、乙那些东西，其实对乡亲朋友会觉得，这个文字好陌生哦，哇，这个听不懂。可是事实上，我们回到立改生法地图，它的传染途径，我们不要讲传染，就是你借由哪些途径，其实应该说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其实随时随地我们都会接触到。有时候只要有这样的这个东西从外地移进来，我们本地当然没有这样的这个所谓辐射泄漏或者是核电厂问题。只要外面的东西进来了之后，通常来讲，因为它的半衰期这么长，它的生命期这么长，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它就可能存在很久很久的时间。是。那可能呢，就变成一个整个生态系的这个问题了。这个东西可能会
跑到土里面，从空气跑到土，甚至呢从土里面跑到水，然后再从这边呢跑到我们所养殖的、种植的、畜牧的这些相关的这个食材。然后我们养殖的牛，我们养殖的牛吃了草，然后牛的体内就有，然后我们再去吃牛。对。这个全世界有2个，现在大家可以脑子比较记忆清晰的2个例子嘛。一个就是苏俄的车诺比。车诺比的污染是因为它比较偏在内陆，所以它大部分都污染了当地的土壤。对，它有一部分是空气排走了，那带到很远的地方。在日本的福岛这个部分，他们当然很努力的去做相关的控制，他们仍然有大部分的土地受到污染，但是更大部分的东西呢，他们是排放到海里面去了。那这些辐射线的物质，实质上已经到达美国的那个西岸。老师，到海里面去表示什么？表示海里面的这些很多的这个海产品、鱼类啊、虾类啊等等之类，以及呢在日本附近的它本身的底层的这些生物，包括贝壳类、甲壳类的东西，都可能受到这种很严重的污染。老师，这样就不能吃海鲜啦。对，所以说你还要担心，现在所以全世界会担心，就是说这些辐射线的物质进去污染了那些鱼类了之后，如果经过一段时间，这有很多大型的鱼类它是会回游的，它会回游，它会从日本呢跑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又回到我们亚洲地区。这个时候，我们的渔民一不小心，如果抓到一条有辐射线的这个鱼类的时候，我们要去检查它是不是有辐射线，还是很大很大的困难，因为大家还不知道检查辐射线，还不知道检查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对，这种一般我们要检查灯光、检查 X 光检查伽马射线，我们台湾的能力还算可以。对，但是你如果检查那种不是电磁波的那种射线，像是刚刚讲的阿尔法射线、贝塔射线这些，台湾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弱，几乎是等于0的。我们说我们在检查农药跟检查那个塑化剂政府可以检查，对，学术单位可以检查，对，民间的实验室可以检查，但是检查像贝塔射线、阿尔法射线、伽马射线这边，民间没办法检查。我们没有这样的民间实验室，学术界也不会去做这样的检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都需要有执照的，这些辐射防护的实验室跟人员都需要有执照的。我们也政府没有开放这样的执照给民间，也没有给学术界，所以这么大量的这种食物从日本那边如果要进来的时候，或者我们从海里面去打捞到这么多的这样的鱼类啊，或者虾类，或者是甲壳类之类这样的这种海产类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检查的能量几乎是完全没办法应付这样的事情。老师这样子的概念是这样，上线你推翻 NT 细改东西，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检核的单位，我们会很安心，对，因为经过检核之后，我们就说好，等下可以按圈的我们可以吃。但像老师讲的，老师为什么特别讨论辐射氨用感议题？因为氨用感东西其实我们目前是检查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没有那个检查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检查的能量。老师你说避免好了 ，OK， 我们可以避免去吃。然后，但是有一些东西，比如有些东西我们可以避免进口，我们避免去触碰。可是就像老师上讲当它这种鱼回游的时候，我们的渔民去捕鱼，捕回来的鱼，第一你不能检查，第二你也不知道那鱼到底有没有问题。对，所以这个变成在现在这种阶段的时候，说还要说，我们就主动的来开放这个让福岛辐射污染地区的这个食材进到我们台湾。我是觉得，如果这样进来的时候，全台湾人要想办法避免未来短暂时间之内，这个辐射的物质累积在我们身体这个机会恐怕也不大不容易避免绝对可能到最后都是人人有奖。为什么呢？那些食材一旦进来了，这食材被做成下游的食物了，标签也换了，不是原来的食材了。比如说，它现在是一个虾子它的原产地是那个地方，但是因为它经过了一层的重新制造，它的后来，因为它是已经变加工食品了，老师。本来一个虾米下工你给进口来，现在做其他的东西，做其他的食品。其他的食品做了。伊个标示要拿摕咧，唔错。唔係亞種，唔係亞種。結果你看原產地嘅時節，可能喺台灣嘅某個地方，就按錯。看唔出來，我查唔出來結果呢，按到伊買嘅東西，冇都仲嘅捱嘅下面下工兼來咧，我哋做到變做醬料賣產一個產糖裡度賣也不卡。錯。
歹价都有个机会啦。先生，你爱用讲爱唔定啊，等下要算乜計呢？咁冇東西做的是呢，因為愛用嘅感覺。所以最重要就是政府做唔做的，有嘅能力同人哋做嘅把關嘅工作。冇嘅能力，我真按到嘅東西來台灣呀，本太價，本太價去買，本太價去賣。因為危險先貴太嘛。過了也許5年、10年，我們會發現，哇，台灣為什麼這樣的這個癌症增加這麼多，那樣的癌症死了這麼多的人？對，我們實際上來講，還沒有能力去查出來耶。我舉一個例子來講，像那個鍶酒石，鍶酒石之後呢，它變化了之後，它放射輻射線之後，它會產生我剛剛講的那乙嘛，近視邊那個乙。鍶酒石也好，很多東西都會累積在身體，累積很長的時間，要去檢查呢，那檢查的程序非常非常的難。即便是在你身體檢查，現在任何醫院都檢查不出來。即便人已經死了，唯一能夠檢查他是不是因為鍶酒石的貝塔射線產生癌症、骨癌或血癌的，這唯一的方式怎麼樣？把它骨骼給剪下來，是做很長的這種處理之後，才能夠檢查出來。對，所以這就變成你沒有辦法去了解說這個人是為什麼而死的。對，所以其實哈，基本上本來會當簡單到大家都分享講，去倒來讓向的，因為性體在部分。可其實聽老師這樣講，很多東西我們其實是找不到的，我們不知道，而且它影響到我們身體其實是全面的。對對，我們現在能夠講說，剛剛講說那鍶，比如說我們說碘啊，碘131可能影響的是甲狀腺啊，對對，那是因為沒有放射線的碘，也會累積在甲狀腺，沒有放射線的鍶也會累積在我們的骨骼。所以我們可以推論說，有放射性的碘會累積在甲狀腺，對，有放射性的鍶也一定會累積在骨骼，是。但是實際上來講，比如像是銫，它是全身跑的，對，所以我們全身都有可能受到它的影響。對，所以哈，鄉親朋友，其實基本嘅線上內度聊，譬如大家都分享，愛用解知識，希望講俾大家做得很好了解，因為很好了解，因是第二容易分辨，你懂到嘅東西哈。如果還有乜嘅知識做得分享，大家聊下，你等下就從來。今日到訪伊昨天繞牆都唔加先教授咧，到節目地度啦，大家咧分享吼，我想電視機前面嘅鄉親朋友吼，本來可能你當了解，但唔教授講過，有時很好了解。有時候這樣子的一個知識，好像老師我們在看報章雜誌的時候，好，或是今天看電視，或是我們平常看電視，或是有時候聽老師分享的時候，會覺得好像知道很嚴重。老師剛剛提到車諾比，車諾比是一個不敢去想象的恐怖慘狀，每次要提到車諾比，都覺得那是一件好哀傷的事情，而且一直到現在，我們那多久了？但是都兩行，你再還去看這個事件，他那樣的狀態還是繼續存在。對啊，車諾比，我最近有一個朋友，他在政府單位任職，他為了公務去烏克蘭出差。那去以前他說，那個核能電廠災變有一個類似博物館，應不應該去看？我說你還是不要去看，你看了之後會覺得心裡也會很淒慘。是，但是他說去了烏克蘭，他別的地方他又不是很熟，結果他真的跑去看了。回來之後他跟我講，心情非常沉悶。看了這個心體的這個壓力，心理的壓力很大，然後心情不愉快。對，所以這種事情是人類的教訓。那我們台灣過去大家都了解，我們不希望把台灣這麼一個好的這個地方那每一寸土地都珍貴的地方，那變成一個這個讓大家都覺得很擔心，甚至不適合居住的地方了。我們都希望這個台灣能夠越來越好了，而且這麼珍貴的這個土地，這麼珍貴的這個資源，更應該愛惜。如果從外面引進來這些危險性的這個物質到我們整體的這個環境，也會變成我們生態圈的一部分的時候，然後這樣的這個不好的影響又是很長期的時候，那我相信有基本常識的人他都應該能夠有正確的判斷。對，所以基本繞牆線上那種節目地圖誰讓大家來分享就是說很多時候我們是培養自己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我們自己去決定，對不對？然後我們可以感受一下，那我們對這樣的事情有很好都敢了解，你的心裡也會覺得，老師其實有時候知道越多越慌張，你知道嗎？但是你不知道的時候又傻傻的想說，這什麼東西？就像我們剛才講到，老師剛剛講到很多，其實對身體的傷害，簡單來講，它其實影響到我們整個身體的機能啊、基因啊，所以像我們這邊跟分到
到用亲朋友的不影响我觉得几乎是整个人都被影响，没有一个不被影响，都会被影响。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刚刚的表上有一个最基本的化学元素，我们叫做这个 cesium 这个我们叫做铯，金字边一个这个颜色的铯。那铯呢，在我们在化学上周期表里面大家也许不知道，我们叫锂钠钾铷铯。钠、钾跟铯它就是在同一组的。对。所以我们的身体有电解质嘛。钠跟钾是我们身体重要的电解质，在我们的汗里面，在我们的血液里面都有，它是跑遍全身的。所以铯呢，一旦进来的时候，它也是跟钾跟钠一样，也是跑遍我们全身的。所有的器官，包括我们的这个肌肉，包括我们的眼球，包括我们所有的脏器，铯都可以到达。所以有哪一个器官会逃得掉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哪一个器官因为它的影响而造成所谓的癌细胞过多、癌症的这个蔓延的时候，这个是在我们学科学的来讲，这种事情的发生是理所当然的。老师，那说到这样，乡亲朋友们觉得问哇，线上你讲到安豆我们台大都了解都改定性。老师，那我们在现在还是活着，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面，对不对？我们等一下今天上工完毕，我们等一下出去，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走。老师，我们总是要有一个缝隙，让台大的不应用工。老师，我们总是可以避免，或是怎么样，某种程度可以保护自己。这个时候唯一能够避免的就是，我们只要买我们本土的产品，而且要能够从本土的产品里面去了解它的安全性。如果是要买进口的产品，一定要避免不是从福岛地区那边来的这个产品。而且呢，如果你买这个纽西兰的、买澳洲的、买南非的、买美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要避免这个标签被更换等等之类的，要有完整的履历。这个产品从哪里出来，里面有几种成分，这所有的成分，它的履历都告诉我们，它不会跟福岛地区的这些放射性的危险的这个食材有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确认出它是安全的。但是现阶段我们又碰到一个问题，政府现在当然也是在注意这个问题。过去有很多从福岛辐射地区来的这个食品标签被撕掉了，被改了，然后改成了所谓安全的地区，然后也一样的进到我们台湾来了。所以变成说从日本那边来的，我们已经很难掌握说它到底是不是福岛地区来的了。所以在比较全面、要完整性的安全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对所有日本来的这些产品食材或者是食品我们都要用另外一种角度去审视它。我觉得老师讲的这种感觉，就会觉得说，其实你因为你摸发土地斗带黑，所以你就比较全面性的去避免，其实是这种感觉，就变成，因为你说这一栏里面有些是，有些不是，这当然是事实。可是因为我不知道嘛，对，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干脆我整栏我都尽量避免，对不对？再何况就是说，过去确实有发现这样的问题但我们台湾跟日本那边就没有司法辅助我们在司法案件说，他们那边的商人故意卖这些不好的东西，透过台湾的经销的这个管道送到台湾之后，有人受害了，有人甚至因为这样得病我们未来去向日本最源头去求偿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没有司法辅助的，我们是拿不到这个补偿的。到最后的时候，你要用这些东西，你要买我的这东西，然后你出了事情，台湾只好自认倒霉我觉得还是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自己种菜自己自足。其实我觉得老师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除了老师刚刚讲的政策问题，或者是我们要去避免的问题，而且有动出来的事情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支持本土小农这也是一个方式。对，我们很确定。当然，我们真的严格要来讲，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土壤是不是也受污染，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就像老师讲的，我们其实这个。很多，我觉得现在还在这个流程当中，一关一关还在这个流程的关当中，然后大家看要怎么样一起努力。不过说到这边，其实这个是一个防止。老师，像很多的这个乡亲朋友会有迷思，你知道吗？他敢会讲叫你糖供是给嘛该海带还是给嘛该碘片做的预防辐射或什么的？基本上係冇用嘅啦通常大家才會感覺講，捱迄失掉嘅碘片可能嘅輻射線嘅影響都會較大。同以前係正確嘅，而家就做唔到咧。用白講對嘛？碘輻射的這個
元素，我们是碘131。当初是日本刚刚福岛灾变的时候，大家要吃碘片。会吃碘片的原因是因为碘131还在呀。我们身体的甲状腺需要碘啊。那你如果说吃很多碘进来了之后，我们可能身体就不会主动再去吸收更多的碘。如果空气里面呢或食物里面有碘131，我们身体呢就不需要它，可能就把它排斥掉。这时候有放射性的碘131就比较不容易进到我们的甲状腺。一旦进到我们甲状腺，当然会产生甲状腺的这个病变跟癌症啊。但是现在呢，日本的碘131，我刚刚说了，碘131的这个半衰期就大概8天嘛。8天的时候，7个半衰期56天嘛。从日本福岛灾变到现在，已经经过非常非常多，早就经过7个以上的56天了。所以从日本来的这些辐射线的这些产品，即便它有辐射线，它也不是来自碘131的啦。碘131已经不见了。对。但是我们还是要担心它里面，它是不是会有铯134、135铯137，甚至有铯90呢？甚至有其他的这个辐射线的这些物质，那边我们还是要担心的。对。所以吃碘片只能够对付碘131，所以碘131现在基本上是已经消失了。对。所以是。吃碘片基本上是没有用的，所以老乡亲朋友来简单来讲，其实预防的没有办法，我觉得我们就是尽量做，然后大家一起来努力。你说要全面性的东西，其实现在就因为这样的科技发达，其实造成很多像文明之下的一个产物，其实也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有时候说大自然反扑的力量，其实也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哈。节目最尾哈，短短的1分半2分钟，老师有没有最后1分半1分钟跟观众朋友最后做一个结论？我的结论是说，台湾要珍惜本土的农产品，这是最重要的。不要等到了我们将来进来的东西都是危险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农业还是没有办法养活我们自己。对，这个就会变成很大的灾难了。是，政府即便说想要另外去开源，像现在想要到所谓的南进政策啊，到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去圈一块地啊，来种植、养殖、畜牧一些东西呢，回归到我们台湾来用。但是这个时候呢，也要牵扯到国际上的这个压力，这个物质的这个价格会不会因为这样运输的过程当中，造成我们碳排放的增加？造成我们价格上的这个上升。还有就是，其实回到环保的问题，我们的碳足迹也是另外一个议题。对，你也许这样的话，你的碳足迹是 carbon footprint 就会上升的。所以珍惜本土是一个第一件要重要的这个事情。第二个重要的事情，面对现在福岛的这个食品想要闯关进口，所有全台湾的百姓都应该要站起来反对的因为这个不是只有为我们自己还是为了很多我们的家庭的人，还有为了我们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的子孙下一代这些放射性的东西进到身体，如果妈妈怀孕的时候，小孩照样是在政府没有办法充足把关的时候，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食物、这样的食材进口到我们台湾来。今日非常师母吴嘉先教授来到节目地图，让大家来分享其实是提供乡亲朋友冇去往改看法，冇去往改想法嘅系讲观点希望大家嘅收获会动到。先生安之生，谢谢。好，乡亲朋友聊下，等下听你认同先生在走人头了。